近日東張西望報道咗深水埗一名60幾歲嘅婦人，被街坊稱為雜物姐。佢喺自己住嗰棟大廈嘅天台、走廊同單位內瘋狂囤積雜物，搞到整棟大廈好似垃圾港咁。街坊苦不堪言之餘，甚至連佢老公同仔都頂佢唔順。老公仲要趁佢唔喺屋企偷偷掉垃圾，最爆嘅係之後老公面對鏡頭竟然發爛渣，仲拎住1000蚊砸向節目組。究竟呢位雜物姐嘅行為有幾誇張？老公最後點解會突然發爛？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。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呢位雜物姐其實唔係第一次有囤積垃圾嘅習慣。根據街坊所講，對上一次已經係大約5年前嘅事，但當年因為大廈要進行大型維修工程，佢被迫暫時停止咗呢個行為。點知維修完咗冇耐，大約2年前佢又故態復萌，重新開始將各式各樣嘅雜物搬翻上嚟，而且仲變本加厲。由最初只係喺屋企堆放，到後來連天台同升降機大堂都淪陷，整棟大廈嘅公共空間基本上變咗佢私人嘅貨倉，完全冇理過其他人感受，真係好難想像點解一個人可以做到咁絕。睇到成件事好似冇止境咁蔓延落去，真係令人好頭痛。同葬大廈嘅法團委員黃生就話，佢哋法團成日都收到街坊投訴，亦都試過打去1823熱線投訴，甚至揾埋食環署同關愛組幫手，但係問題始終解決唔到。佢話雜物姐囤積垃圾嘅情況最嚴重嗰陣時，天台啲垃圾堆積到高過圍牆，只要風大啲就會吹到成條街都係紙皮同膠袋，搞到附近環境非常惡劣，仲有啲紙皮隨風亂飛，令到隔離啲商戶同居民都有好大怨氣，真係冇人想住喺垃圾堆隔離，成個社區嘅生活品質都俾佢拖累晒，可以話係冇辦法嘅困局。而鄰居 Sam 就更加忍唔住大吐苦水，佢話雜物姐會將成袋嘅生活垃圾搬上天台，慢慢分類，尤其係紙皮一定唔會放過。佢話啲雜物堆到差唔多到佢腰嘅位置，每次問佢幾時清走，佢都會話好快拎去賣，但永遠都只係愈堆愈多，完全冇兌現過承諾。佢仲話試過好多次凌晨時分聽到走廊有聲，一睇先發現雜物姐成個人都瞓喺地下分類垃圾，搞到成地都係垃圾漬同污水，雜音仲嘈到佢同鄰居要報警處理，真係生活受到好大困擾，連覺都冇得安樂瞓，日日都要忍受呢啲滋擾，真係好慘。除咗噪音困擾之外，雜物姐嘅囤積行為仲直接搞到大廈設施受損。佢成日推住架裝滿雜物嘅手推車出入升降機，啲垃圾唔單止整污糟晒部機，仲搞到升降機經常故障，影響成幢大廈出入。另外，天台嘅鹹水喉亦因為被佢拖住啲垃圾撞來撞去而爆裂。管理處試過用磚頭保護喉管，點知連磚頭都唔夠佢撞，成塊磚都爛埋，搞到漏水問題，搞到鄰居污水滲入單位，引來大量螞蟻，真係名副其實，好似住喺垃圾缸隔離咁慘。成個環境都令人好無奈，搞到成幢大廈嘅人都要一齊承受後果。至於雜物姐自己屋企嘅情況仲更加恐怖。節目組趁佢打開門口執紙皮嘅時候入咗鏡，見到屋企由地下到飯台全部都鋪滿雜物，連雪櫃門都差啲開唔到，成間屋基本上冇一個位係正常可以用嘅。佢老公就話其實佢哋已經唔係第一次遇到呢個情況，以前係雜物姐執紙皮會即日賣走，但係最近呢2年佢淨係負責執翻嚟囤積擺喺度，成間屋簡直變成垃圾貨倉，一家人想揾個位坐低食餐飯都冇可能喎，真係令人唏噓，成個家庭氣氛都俾佢搞到好沉重同壓抑。節目組落力跟咗雜物姐幾日，發現佢真係風雨不改咁周圍收集垃圾。有一日仲要落住滂沱大雨，佢都照樣走去後巷開垃圾桶揾鐵罐，一手擔遮，一腳伸下垃圾桶，成袋垃圾拉出嚟慢慢揀。主持問佢使唔使幫手，佢就好大聲話唔好同我講咁多嘢。之後仲邊跑邊語無倫次咁鬧人，話人哋係門口狗，又話個個禮拜推幾車紙皮去賣，成個狀態好似完全活喺自己嘅世界入面，完全唔理人點睇，好似講極都聽唔明咁。成個行為真係令人擔心佢嘅心理健康狀況。
雜物姐對住鏡頭嘅反應極度抗拒又激動，入咗電梯之後仲用把遮大力篤地下，不斷大聲咆哮話咪嘈，又叫主持唔好同佢講嘢，唔好阻住佢，同佢講乜都好似聽唔入耳咁。主持見佢情緒咁激動，冇辦法正常傾偈，於是就轉去揾佢老公傾，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手。點知今次呢個訪問最後竟然變成全集最爆嘅一幕，真係估唔到佢老公會咁樣反應，令到成件事嘅衝突更加激烈，完全超出咗眾人嘅預期同想象。雜物姐嘅老公初頭都仲好客氣咁同主持傾偈，佢話知道老婆囤垃圾嘅情況起碼都有1-2年，佢話自己都已經盡力去勸，但係老婆完全唔聽。佢仲話阿仔都成日勸佢，勸到冇晒辦法，半年前已經忍唔住要搬走咗。佢好無奈咁話，做咗幾廿年，應該係時候享受下生活。點知老婆仲要搞成咁，真係冇計。講到呢度仲帶住幾分委屈同埋唔開心，令人感覺到佢都有佢嘅苦衷同難處。成個家庭似乎都因為呢個問題而承受咗好大壓力。不過當主持人繼續追問落去，問佢有冇諗過揾專業人士幫手處理呢啲囤積問題嘅時候，雜物姐老公忽然之間態度就好似食咗火藥咁，佢開始表現得好唔耐煩，仲一手遮住鏡頭，大聲話自己啲仔女做緊政府工，叫節目組唔好搞事。佢仲話錢我有，你係咪要錢？話口未完就即刻喺銀包拎出一張1000蚊，夾硬塞俾主持，跟住仲唔理，紅燈衝過馬路走咗去。成個反應真係令人 O 晒嘴，完全冇諗過佢會用錢嚟解決問題，仲擺咗好強硬嘅態度。佢嘅反應令人覺得佢係想用錢同背景嚟壓人。好彩嘅係節目組介入之後，雜物姐夫婦終於肯喐手清理天台啲雜物。到截稿為止已經清理咗大約一半，雖然係好嘅開始，但係街坊都話驚佢哋好快又會打回原形。始終囤積癖呢種行為唔係話清一次垃圾就可以根治，佢嘅情緒管理同心理問題先係真正需要處理嘅核心。如果唔係，根本解決唔到源頭，長期落去只會令到彼此之間嘅矛盾越嚟越深，難以解決。希望佢哋可以真正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。講返雜物姐嘅老公突然之間發爛渣呢一幕，網上嘅反應都好兩極，有啲人就覺得佢好無奈，根本控制唔到老婆，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話佢自己唔識處理問題，仲要發惡鬧人，仲用錢想塞住人把口。呢個態度真係好有問題，加上佢仲拎仔女做政府工出嚟講，令人覺得佢好似恃住有後台咁樣，反而更加火上加油，令到成件事變得更加複雜，引發更多討論。網民個個都議論紛紛，有人話佢係心虛先咁惡。而負責跟呢單新聞嘅東張主持黎歡儀，佢當晚嘅衣着亦都意外成為網民討論另一焦點。佢件 T 恤胸口位印咗個好明顯嘅 bra 圖案，好多網民截圖開 post 討論。有人就話設計尷尬得嚟幾好笑，亦有人話佢件衫好搶眼，搞到連黎歡儀件衫都變埋一個熱話，真係估佢唔到，令到原本嘅新聞焦點多咗少少輕鬆幽默嘅成分。大家都話件衫好有話題性。講返囤積癖呢個問題，其實喺香港真係唔係第一單。之前東張都報道過唔少類似嘅個案，佢哋嘅共通點係當事人通常都唔覺得自己有問題，就算親友點樣勸都冇用，有時仲會出現好似雜物姐咁暴躁嘅反應。呢啲情況好可能同心理病有關。有專業人士解釋過，囤積癖係一種強迫症，患者會對物品有強烈嘅擁有欲同安全感需要，好難靠自己去擺脫，需要專業嘅心理輔導先可以逐步改善。成個問題真係唔可以輕視。而大律師陸偉雄亦都有就呢件事接受訪問，佢話雜物姐嘅行為其實已經涉嫌違法，因為佢囤積雜物喺公共空間，影響到公共衛生同消防安全，食環署係有權力去執法嘅。而法團方面都可以依法申請法庭禁制令，限制佢呢啲滋擾行為。但現實係成個程序好漫長又複雜，街坊往往要承受好幾年嘅痛苦先可以等到有結果。法律途徑雖然存在，但係執行上仲有好多困難，真係令到受影響嘅居民好無奈。睇返呢單新聞，由雜物姐誇張嘅囤積行為，到佢老公失控爆粗，再講到社會點樣面對呢類長期困擾嘅鄰居問題，真係冇一個簡單嘅答案。作為街坊，當然希望可以盡快回復正常生活，但係對於雜物姐本人嚟講，佢嘅問題背後可能牽涉深層次嘅心理健康狀況。
如果社會可以有多啲支援機制同及早介入，或者呢類悲劇就唔會不斷重演，大家都可以活得更加舒心。多謝大家，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。唔知大家對於呢宗雜物遮囤積垃圾引發鄰居不滿嘅新聞，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。我哋下次再見。